哟，大家好，食饱无烦恼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。今日社会比赛，这奇怪的。嘿哟，大家好，食饱无烦恼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。今日这集陪你学台语，咱要来分享一寡身躯部位的台语安怎讲。这集咱先为较简单的开始哦。头起先，咱先来讲颔棍顶悬有头壳、大脑、小脑、额头、目眉、目睭、鼻仔、喙、喙齿、喙齿。下颌，还有颔棍，额头嘛会使讲头遐，也是遐仔，也是头壳遐仔，拢会使。下颌嘛有人讲下怀。过来是即只颔棍到腹肚顶悬有肩胛，嘛会使讲肩胛头。过来是锁骨，嘛会使讲胸胯骨。伊的后壁是饭丝骨，肩胛骨。这是胸坎，过来是腹肚，嘛会使讲腹肚。内底有胃甲肠仔。这是啥？这是腰，腰的后壁这有腰子。这咧，这是手骨，腰过落去有改边。过来是大腿，大腿过落去骹头夫，嘛会使讲骹头乌。来是骹肚。嘛会使讲骹裆，骹裆过落来就是骹目，骹目的下骹就是骹盘。好，今仔日咱先学到这。其实咱的身躯顶阁有足侪所在的名还未讲到，有机会后摆才阁拍一支影片继续讲。尾啊，来考大家看卖，恁敢知影这个所在？腋下。台语安怎讲？会晓的人请老话甲我讲，袂晓的紧去问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。后一集我才来公布答案哦。请你先 follow 我的频道，才袂对无着哦。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持赞、分享兼斗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，就会使甲我支持啊。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感谢努力，后摆再会，拜拜。